各位亲爱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今仔日读到经节伫撒母耳记上卷第7章，事实上咱跳过一章，第6章无读。咱进前捌读过第3章、第4章，然后到第5章。伫即个中间，毋知咱还阁会记一个，咱所读到对耶和华对撒母耳开始，伊要出世，伊的老母啥物名？汉娜。撒母耳的老母汉娜，然后伊求上帝赏赐伊一个囝，伊就要甲伊献祭做拿细耳人，拿细耳人，这就是分别做圣的意思。所以拿细耳人伫即个中间有一个真特别的，就是无啉酒，交酒、薄酒拢无啉，然后无加头毛。所以有一个士师足有名的，伊头毛愈长开咱愈济，迄个叫做参孙，就是安尼。所以参孙嘛是拿细耳人。然后咱读到撒母耳上卷第3章，撒母耳后来出世，全汉娜甲伊献祭，带伊到什么人遐？以利。咱大家拢要过会记一个，真好哦。带伊到以利遐，即个以利暗时困到半暝，撒母耳全雄走来，甲讲：我伫遮，你咧叫我。以利甲伊讲：我无叫你，你等伊困。第2摆佫安尼，撒母耳佫走来，我伫遮，然后以利佫甲伊讲：我无叫你，你等伊困。第3摆撒母耳佫走来，以利就知影，毋是以利咧叫伊，是甚物人咧叫伊？上帝。所以以利就甲撒母耳讲：你若阁听到声咧叫你，你就甲应讲：上帝啊，我伫遮，请讲。然后撒母耳听了以利全去找撒母耳，甲伊讲：上帝甲你讲甚物话，你爱照实甲我讲。结果撒母耳甲伊讲的是甚物？以利的厝无老人，因为伊有2个囝，真好啊，真歹，真歹。所以这个故事一直读来到第4章的时，咱敢会记真？以色列人要相战，甲非利士人要相战，行拍袂赢，全甲什么会请出来？甲约柜请出来。但是约柜请出来了后，拍赢也拍输。拍输就算啦，挂约柜做伙用抢去。这个故事伫第4章，咱拄好跳过第4章是个，咱敢若读第4章的尾但是咱第4章无真正读着。然后到伫第5章，咱嘛是跳过。第5章伫即个中间，约柜去互非利士人抢去，抢去了，敢有非利士人得到福气？因甲约柜抢去了。非利士人有甚物款的结果？灾厄开始临到非利士人的身上，所以后迄个生痔疮的，后迄个鸟鼠的，啥物代志拢总来啊！非利士人全惊着，全赶紧要甲约柜送出去。结果送到即个城，即个城着灾难；送到迄个城，迄个城着灾难。结果送到无得人送，送到尾仔。有人听着讲，哈，你要甲约柜送来阮遮，是要甲阮害的，袂使送来。所以最后非利士人全倒转去找以色列人，甲因拜托的，约柜甲请转去。看要安怎请，你甲我教，要安怎请甲请转去。哇！所以即声为着要甲约柜请转去，所以因就爱献祭，叫做。赎回祭叫啥物？爱献祭，然后爱做迄个金痔疮，迄个圣经内底写讲爱做迄个金痔疮，用金做的痔疮。我毋知影痔疮生做啥物形咧？圣经的文字是安尼写，但是我真正毋知影痔疮生做啥物形，你着爱安怎做？我含上帝啥物形我都毋知影。然后你佫爱做金鸟鼠。将这个灾难，然后甲伊送走，然后佫用牛
牛车扭过了，转甲牛抬死，甲牛车撤掉，牛车甲伊破去，破牛车，然后兄茶烧祭，将即个约柜请倒去。所以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已经来到第7章啊。第7章伊所讲的是啥物？伊所讲的就是，即个约柜已经转去到以色列百姓的中间，然后放伫基列亚林人迄个所在。然后甲伊放去到山顶，请阿比拿达放伫因兜，佮用因囝来固守即个耶和华的约柜。今仔日咱所读的经节，就是伫第7章第1节到第9节。所以约柜伫基列亚林的日子久久，约柜已经请倒来后，是千辛万苦将因原来上帝的宝座甲伊请倒来。请倒来以色列人的所在，但是我毋知影你敢有注意咱头拄仔所读的一个经节？以色列人过偌久，才伫即个中间重新倒来到伫耶和华上帝的面前，偌久？我有写呢，20年。约柜请倒来了后。以色列百姓伫20年的中间，才重新去了解，阮错了，阮需要悔改，阮需要改变，然后伫迄个中间才重新开始。所以伫迄个中间到伫第3节，以色列百姓请撒母耳会当帮赞伊。所以伫即个中间现在，撒母耳转甲伊讲：，恁着爱做啥物？恁爱一心归顺耶和华，然后拄起外邦的上帝甲耶稣塔洛，坚心归向耶和华，断断服侍伊，伊要救恁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所以伫迄个中间，撒母耳甲伊教：，你爱重新敬正，然后你爱重新认罪。佮用一只食年的羊羔来做祭，献予上帝。所以以色列百姓重新伫约柜倒来了20年后，才重新倒来到伫上帝面前，真趣味。你若去看撒母耳记上卷第7章，头拄仔我读的迄个所在，就是即段愿你替阮呼求耶和华。即段差不多就是先知撒母耳，伊一世人做了上好的所在。因为伫即个中间，即个20年的中间有真侪变化，总是变化到伫撒母耳，伊伫遐甲以色列百姓讲：，你着爱专心归顺耶和华。所以规个撒母耳伫伊的服侍的事工内底，伊所做的就是即几句。一心归顺耶和华，然后爱除掉什么外邦的神。这个外邦的神，若简单来讲，因为伫遮外邦的神非常多，但是简单来讲，一个上有名的就是巴力。啊，这个巴力，伊不只是伫迄个中间非利士人的神，伊嘛是伫迦南内底一个上一个真出名的神。然后这个巴力有一个某叫做啥物名？一个亚斯他路，若是伫和合本的圣经，拢用即个他，好吧？和合本的圣经用人字旁的他，啊，你若是用新译本的圣经，伊用即个女字旁的他，因为即个神是女神，伊是一个女神，所以有的圣经专用女性的他来代表。啊，即个女神伊所管的是啥物？伊所管的就是生育、生育。你若要生囝，你就爱去拜。啊，巴力管啥物？巴力管天气、管农业，管天气、管农业。啊，然后阿树塔洛管啥物？管生囝。所以伫即两个神的中间，拄啊好真趣味。以色列百姓是安怎离开耶和华上帝去拜即两个神？有一个真重要的因素，就是当因来到迦南地时，
因的生活会定先改变。伫迦南地，因用啥物回过生活？40年啥物回过生活？玛纳。然后因饲的是啥？羊仔对无？一直赶嘛，羊仔愈济，财产愈济嘛。因敢会种植？伫旷野40年内底毋捌种植，就常常伫遐咧行，要安怎种啊？啊，若伫埃及诶，埃及430年，敢爱种植？毋免啦，做奴隶上介好诶就是吼，你只要活咧就有通食，是食好食歹诶问题啦。所以无论台湾、日本，足侪所在，拢有迄老人，拢去抢草商，是安那？咱敢知影？日本即嘛咧发生哦，拢去抢迄个草商哦，因为抢了吼，就犯罪，去互关，啊关了就安怎？有通食，有通受照顾。这毋是上重要的，有人照顾才是上重要的。然后看病呢，有医生。不管你有相信，这拢是一个互人真艰苦心的事。但是伫以色列百姓对因来讲，因会晓烧钱，因会晓顾羊，因独袂晓种植。所以伫迄个中间，因是安怎去拜巴力，迄拢有原因的。因为拜巴力、求巴力，教阮安怎种植。因为阮的耶和华上帝吼是战神啊，足够烧战啊！阮若战拢赢，阮只要阿伦的手吼、摩西的手吼，来举起来，赢输，赢嘛。所以对埃及一路战出来旷野，入去到迦南，毋捌输过啊。含迄个上界大的城叫啥物名啊？亚利哥城。阮拢毋免拍呢，射7年，射甲伊倒去。你看阮的神偌厉害，所以阮的神足厉害，但是我毋知伊敢用种植呢，因为安尼，这只是其中一个理由。以色列百姓目光全挖去巴力，因为巴力就是当初时伫迄当时的迦南主要的神，所以当因要出埃及的时，先派几个探子去看迦南，然后讲葡萄足大粒，讲农产足好的，有无？就是因为迦南地真够种植，这拢是以色列百姓所袂晓的。因毋捌种植，伫因的历史典卷种植的时间非常短，所以伫即个中间，撒母耳伫遐重新甲伊讲：你爱除掉外邦的神巴力，你爱除掉外邦的神阿斯塔洛，这拢无属于恁的，因为恁本来就无属于遮的神，恁爱专心归向耶和华，独独服侍伊。结果当因三甲自执的时，非利士人听到讲因咧自执，全所有人挂过来要甲拍。啊，撒母耳伫遐咧讲啥？伫遐来讲，恁自执以色列正百姓伫米斯巴，我要替恁祈祷耶和华。然后伫迄个中间，以色列百姓因的信用开始改变，伊要救你脱离以色列非利士人的手，然后伫遐献祭，上帝就应允伊。亲爱的兄弟，我想伫即个中间有一个人的角色非常重要。以色列百姓想要倒来到伫上帝面前，总是毋知要安怎，毋知影要安怎做，伊需要甚物人？撒母耳。有撒母耳伫上帝面前替因求，是安怎就安尼？因为因已经毋知影要安怎倒来到伫上帝面前来求讨。然后甚物人会当做即种事？那伫以色列的历史内底，伫过去就是士师，然后到伫撒母耳，伊诚做先知，所以有即个先知，有即个祭司会当带以色列百姓来献祭，知影要安怎帮助以色列百姓倒来到伫上帝面前。所以虽然人伫迄个中间有得罪上帝，总是知影要安怎做来向上帝悔改，所以迄款的方法会当掠到正确的角度，上帝就应允。这是一张要看卖对一个神的相片，有像妈祖无？玛利亚，
这是玛利亚。啊，即个吼免怀疑，这我毋是伫菲律宾翕的哦，即张相片是伫耶路撒冷。即张相片是阮爸爸翕的，伫耶路撒冷。敢会记得我讲过一个故事？我讲伫菲律宾的时，真侪人拢真爱迎，毋是迎妈祖，迎玛利亚。啊，因拢几点咧迎玛利亚？半暝3点，较袂热，然后一号放一礼拜。今仔日伫洪老师因兜，假使今仔日是礼拜日，然后半暝3点，洪老师因兜遐就开始有人唱歌，然后甲即个妈祖的，甲即个玛利亚的像转甲带去迄个李的姐因兜，然后放一礼拜了后，搁换迄个伊望因兜，然后一直轮，一人一礼拜。啊，迄个会友信徒就伫迄个中间做伙吟诗唱歌。啊，我是安怎会知影？因为甲我吵起来。阮咧住迄个菲律宾的厝吼，拢是迄个竹片啊，竹片哦。你若用手电筒照的，就照袂晓。竹片编的墙哦，所以迄个竹片的迄边的创啥拢看有哦。啊，所以因就甲我吵起来，我才会知影。啊，我嘛对伊去行，我看到因的像。有够像妈祖，有够像妈祖，但是佫袂使讲，迄阵无解了解。啊，是安怎因要迎迄个玛利亚？我甲因讲吼，啊，我是基督新教，阮较少吼，甲即个玛利亚来做一个神咧拜，阮当做伊是人。啊，是安怎恁要迎玛利亚？因讲的回答是，因为玛利亚是耶稣的老母。所以，你若有代志要拜托耶稣，你先找玛利亚。玛利亚若讲好吼，要甲你斗相共吼，加纳的水拢会当变做酒，有通无？听起来有通哦。所以伫迄个中间真侪时，你着看到真侪人的信仰，因想要透过玛利亚，会当伫上帝伫耶稣的面前替伊代求。今仔日撒母耳伊扮演的角色嘛共款。问题是，毋知影要安怎求，咱要安怎有人替咱来代求？是安怎咱会毋知？有几个原因。第一个，因为咱拢常常看环境赢过看上帝，所以咱常常是看环境。你若伫以色列百姓的历史内底，你会当看到一点真重要，因会去找撒母耳，拢是。非利士人已经拍来啊，人已经亚倒来要甲刣啊，伊较开始去找，哇惨啊，紧诶来找迄个撒母耳，甲伊讲，献祭互上帝，看会当解决头前诶代志。是安怎毋知影要安怎求？因为常常伫咱诶内底，咱家己诶意思赢过上帝诶意思。咱会当毋知影上帝诶意思是啥物，但是咱会当坚持咱家己诶意思。咱所看到的是家己所爱、所需要。第三个，咱所顺探的，毋是家己的意思，是我家己想爱的物件，毋是我认为对还是毋对哦。咱练歌的时，唱着迄首那军歌的迄首歌，伊是要伫世间善恶好歹的中间，要来做一个选择哦。但是搁较济时，咱毋是要伫世间做选择。咱只有顺探我家己爱的是啥物，我想的是啥物，然后最后我来找上帝。上帝啊，请你签名，我要借钱，请你签名，请你帮我背书。总是咱却无真正认捌即个上帝。咱只有咧欠亏、咧欠钱的时，较要来找银行，啊无你袂去甲银行有偌好的关系。我想伫即个中间，常常咱甲上帝之间的关系嘛，亲像安尼。咱只有欠亏，无法度家己处理。上帝啊，我担袂起，你来替我担的时，紧来替我背书。有真侪时，咱的信仰
是亲像即款的信用。至到咱伫上帝面前，咱含求就毋知要安怎求，含祈祷就毋知要安怎祈祷。请问大家，祈祷第一句你会讲啥？哦，安尼对象正确，毋是阮伫天灵的玛利亚，对象正确哦。最后一句咧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阿门是啥物意思？我诚心所愿，吼，就是我头前祈祷的，照我的心所愿的，甲我成全。我袂歹哦，咱第一句到最后一句拢对啊呢。啊，第一句，阮伫天灵的爸，也是你要呼求主耶稣了后咧，你第二句要讲啥？恕我假，恕我情，恕我欠钱，免用。你要祈祷啥物？哦，真愈来愈巧啊！我主导文摕出来用啊！吼，这就是今仔日咱咧教咱主日的小朋友。万一你真正到人生一个坎站，毋知要安怎祈祷的时，请你甲主导文摕出来用，因为这是主耶稣教咱的祈祷。主祷文内底所讲的愿你的名声，所以即句话所代表的是啥物？是阿乐，阿乐上帝的名声。感谢上帝的名，感谢上帝的恩典声。所以咱的祈祷内底，除去第一句了后，过来就是开始对上帝的阿乐甲感谢。迄是啥物？迄是建立关系。假使若有一日伫你的祈祷的中间，你毋知影要安怎阿乐，你毋知影要安怎感谢，那安尼我咧想，你是毋是？无认捌，无真正认捌即个上帝。即个相片是啥物？即嘛是伫以色列翕的苦墙，伊个耶路撒冷。我即摆用的相片是我爸爸翕的，是耶路撒冷一个苦墙的相片。伫迄个中间，因所考的是啥物？考，然后有人去过，伫迄个中间是用悲听做开始。然后困求，悲听、认罪、困求。但是伫咱的祈祷内底，咱常常咱的顺序是啥物？是对上帝啊了后，咱是阿乐甲感谢，然后咧认罪了后才困求。过咱会有机会伫讲道的中间要来讲祈祷。认罪一定伫困求的大小。认罪一定伫困求的内心，就亲像撒母耳所做的共款，忍心大声认罪。所以认罪了后，才有伫迄个所在，爱有行动。迄个行动是啥物？除掉外邦的神巴力甲阿斯塔洛，然后恁的心爱重新转来到伫耶和华的上帝伊的面前，所以。伊要救你脱离非利士人的手，这是撒母耳在教示以色列百姓。然后伫迄个中间，咱嘛爱重新来检讨。假使咱要伫上帝面前求，咱要安怎求？咱要用什么话来成做咱的祈祷？咱敢知影咱的罪伫倒落？咱所犯的罪是啥？我伫即个所在要引用2017年。天主教的教宗方济各，伊批评教廷。2017年圣诞节前，教宗方济各批教廷15条罪。教宗批评天主教的教廷15条的罪。第一条，伊讲啥物？伊讲自认不朽，不可或缺，以为自己有过人之处。我想伊这个讲。教廷的骄傲，你无我袂使啊！一定爱通过我，你才会得到救济。然后第二个讲啥物？过度勤奋，沉浸在工作中，忽略必要的休息，造成压力和焦虑。
我读到即条的时候，我已经开始咧想，我毋知影你想的甲我想的敢有共款，但是咱继续看下。第3条伊讲啥？心理和精神僵化，失去内心的平静、活力和胆识，成为工作的机器，而不是天主的子民。我读到遮的时候，我咧怀疑呢。我感觉教宗根本就是照着教廷咧讲咱遮的百姓，这看起来无像咧骂教廷啊，这像咧骂我咧。所以继续看落啊，看咱敢有甲伊共款，啊若有哦，爱准备哦，准备啥物？认罪，认罪，爱悔改。吼，认罪甲悔改的意思是啥物？转向。改变，哦，认罪甲悔改，伊的意思就是爱转向，爱改变。第4项，伊讲啥物？讲教廷，哦，无咧讲人哦，这咧讲教廷哦。过度规划与功利主义，以为透过完善的规划就能让事情有效进展，没有想象力和不能创新。我所看到的是啥物？亲像人。伫人的社会制度内底，咧追求一个完美的制度。我想咱常常伫即个中间的比较加拿大甲台湾的制度，台湾敢有制度？台湾敢有制度？有啦，只不过是参考啦，因为伊会拄着人的时会改变。啊，有时。一个国家、一个社会有一个真好的制度，迄是真互人有帮助。你会当真清楚，我一定会当安怎做，我要安怎追求我的好。但是伫即个中间，伊所讲的就是过度规划甲功利主义，想讲要透过完善的规划，就会当互代志会当做了真好，但是却伫迄个中间失去伊的弹性。所以伊讲没有想象力和不能创新，所以你拄着代志的时，无法度伫迄个中间有所改变甲进步。第5个，伊讲协调不力，成员之间失去交流，成为不和谐的团队。听起来敢有像咱人甲人中间所发生的代志？有时啊，亲像是安尼呢，咱人甲人中间哦，无法度协调团契。教会，也是你伫朋友甲朋友的中间，无法度为着一个目标、一个方向，会当做伙来行，然后成员之间失去交流。我想伫即个中间，互咱伫遮重新来想，咱人甲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啥物货？第6项，伊讲到心灵阿兹海默症，忘记救赎的历史，失去认识主的历程。意思就是。有信用，但是却袂记得得救的见证。咱袂记得咱的信用是对对来，亲像伫教会受苦，已经袂记得人真正的信用是定根伫你甲主耶稣得救的经验啊。假使你若袂讲袂出讲主耶稣到底安怎救你，安怎改变你，咱的信用是空的。咱的信用只不过是重的6把，响的6把，我说讲袂出来。明的锣，响的拔，迄只是一个形式而已。今日你来到伫教会，无代表你真正甲主耶稣之间有救恩的关系啊。心灵的阿兹海默症。第7项，禁足名利。只在意身上较好的徽章和颜色。我若是伫人来讲咧，伊看起来就亲像禁足名声，只在意人对你的评价，还有你在世上所能够扮演的角色。听起来差不多偌济呢。然后第8项，生活的精神分裂症，过着虚伪的双重生活。我毋知影你对即个所在的认知是啥物？什么会叫做虚伪的双重生活？有时人咧讲人前人后，有时人咧讲教会内教会外，
有时人咧讲，外表看起来真好，等于拢食饱。所以有人有一个故事咧讲，牧师娘徛伫后壁，甲朋友讲，牧师讲了有够好，所以请伊后摆拢住讲台顶就好，莫落来。因为落来了安怎？变一个人啊，所以困讲台顶就好啦。亲爱兄弟，有真侪时咱就亲像安尼，尤其是来到伫即个所在，用隐私来做一个借口，保护咱家己，压砍咱家己欠缺的所在，然后伫迄个中间，亲像无代志发生。第9项，没勇气在人前批评，只会在背后抱怨和八卦。我看到这，我真正唔相信，这是教宗在骂教廷，无成，安怎看都无成，根本就是指桑骂槐嘛。伊咧骂到底是啥物人？我一直在想。第10项，神话领袖尊重人，而不是尊重神。所以伫迄个中间，哇，迄洪老师足赞。比上帝啊好，洪老师足好咧。咱伫人甲人的中间，用一个人起来做一个榜样，然后用伊来超过其他的人。我想真侪时，咱拢需要伫即个中间重新来思考。咱看人比看上帝搁较重。至到11点，敢若想着家己。人际关系失去诚意甲温暖，对他人冷淡，所以人甲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无温暖，无迄个疼心，无迄款好的互动，敢若剩啥物？敢若剩要摆出来互看的物件。我想伫即个中间，咱非常需要检讨，咱的人际关系。是为着要维持家己的角色甲利益吗？还是咱的人际关系是为着要伫人甲人的中间见证上帝的听？第12，为了立威，常摆出哭丧脸色、严肃和傲慢的表情。这我无真正足了解，假使恁若有，会当甲咱分享。但是我搁一摆讲这是2017年圣诞节前，教宗方济各在批评教廷啊。不是咧讲你啊。第13，累积物质财富不是出于需要，而是弥补内心的空虚，只是为了安全感。我想安全感是咱今仔日伫即个世界内底真需要的。咱有真侪方面需要有迄个安全感，但是迄个安全感要对来。伫遮所批评的，就是安全感，毋是出伫听的互动，安全感是要对物质财富，然后迄个物质财富毋是为着需要，是为弥补内心的空虚。但是事实上，当你有真侪物质财富的时，有时无法度去弥补咱人内心的空虚。第14。画小圈圈，奴役成员。我毋知影这话讲了亲像足重的啊。意思就是你靠家己人，我关心你，就是要甲你看做我的家己人，然后你就听我的，我请你来食饭，我请你来啥物好康的分你，然后看到啥物人，你甲看迄个人，转逐个来看过。15，最后一个。嘛是互我感觉上痛心的一个。以下讲封闭圈子，身处个别团体时，感觉较隶属于上帝更强大。简单来讲，就是甲一群人箍起来，然后伫即群人内底好，我感觉伫即群人内底，我足有影响力的，亲像我会当甲上帝比拼安尼，因为即群人拢甲我做伙。亲爱的兄弟。我毋知影你看到即15项，你有啥物款的感想？事实上，互我看了，我感觉真痛心。
今日咱人所徛在的位置，行到落尾，伫进步先进的背后，若是剩安尼的话，我看袂出人到底有啥物好的价值。我想今仔日伫咱加拿大即个所在，伫华人、伫台湾人的即个人际关系的圈内底，是比台湾搁较细。咱真有可能伫即个中间，咧算迄个人际关系，将人当做一个记忆。咱袂记起咱家己伫即个所在到底是为虾米？亲爱的兄弟，我想要提醒，今仔日你来即个所在，是要追求幸福。咱真侪人为着咱家己的囝儿的教育，为着要追求一个更较好的人，更较好的环境，更较好的、较安稳的制度，所以咱真侪人伫即个中间做一个选择。无论你来到伫即个所在进前偌久，已经来遮看几摆啊。有个人是来了，较知影加拿大是做啥物用的。咱教会嘛有一对翁仔某，因移民来加拿大是听电台广播，开车的时听到广播顶管讲移民加拿大，伊全走去申请，申请了，还阁毋捌来到遮。有真侪真好耍、真好笑，或是讲人甲人三甲做伙讲哈，即个代志也会发生哦。但是事实上，无论你是啥物款情形来，我想你的确是要追求一个更较好的环境，讲较白的，你要追求人生的幸福。但是来到伫即个所在时，咱真正伫即个中间得到幸福吗？有时咱需要重新检讨咱家己，爱去知影咱所做的到底有啥物会互上帝无欢喜，至到咱今仔日有真侪时，咱的心是艰苦的。以色列百姓开20年的时间，伊才明白一项代志，毋是上帝放杀伊，总是因伫迄个所在散播自私甲反叛的种子。才伫迄个中间痛苦自食其果。咱伫即个所在，咱要做啥？咱伫一个教会伫即个所在，温哥华拢总200间的华人教会，但是咱所做的到底是啥？有啥物会，互咱家己骄傲？感谢上帝的恩典。伫看到教宗12个宗罪指责教廷的中间，看到另外一首诗，即个诗实在写了也无咧偌好，毋知影伊啥物人写的。伊讲，当皱纹伴着虚弱来到，生命跌入衰老的网络，但美和经历也会出现，只要心有耶稣的平安。我毋知影即个人是啥物人，我是伫一本册内底看到即首诗。但是我想，伊伫即个中间要重新甲咱提醒：人会老，面会枵，人会伫欠缺软弱的中间，重新互咱落入一个艰苦的落网。但是伊伫遮犹原提醒。美和经历也会出现，只要心有耶稣的平安。亲爱的兄弟，你追求什么？你要用什么话伫上帝面前来恳求？假使今仔日你若有机会讲，你若求上帝要应允你，你要求什么？愿咱做伙伫遮三角来勉励。愿咱做伙伫咱的兄弟姊妹中间三角来勉励，一心归顺耶和华，除去他邦的神甲阿斯塔洛，独独侍奉伊。将伫咱心内无属伫上帝所无欢喜遐的物件，拢总搁一摆除去遐的
拄去互咱的心扰乱的，独独归顺耶和华，去追求，去认捌你所相信的即个上帝。通过生活顶悬的查经、祈祷、重新去认捌即个上帝，然后你所求的自会应允。愿咱伫咱人生所跑走的路上，但是一路往人类幸福的道路来行。愿咱是看到咱边仔的兄弟甲伊讲，今仔日我来到伫即间教会，是因为有你，所以互我感觉即间教会足水。愿咱三甲来追求，无论你甚物款的阶层、甚物款的阶段，男、女、悬、低，愿咱做伙伫遮互相勉励，三甲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恳求你赦免阮，赦免阮的骄傲，赦免阮累积有质的财富，为着要弥补内心的空虚。赦免阮敢若想着阮家己，阮失去诚意甲温暖，对他人冷淡。求你赦免阮，赦免阮会真精神分裂，过着一个虚假的生活。赦免阮，无勇气伫人的面前讲，只有伫背后批评甲八卦。赦免阮，互阮伫人甲人的中间分裂，画出小小哭出一连搁一连的人群，只有为着要证明阮是强的，阮是好的，阮看仰伫上帝。主求你赦免阮，赦免阮袂记得阮是你的囝儿，阮困境，互阮的心搁一摆归顺伫你。互阮每一个人超找上帝你伫阮生命中间的旨意，互阮伫阮所行的路站超找着阮的幸福，互阮甲阮的兄弟用三听三款待，互阮互相激励，互相安慰，行阮头前的路站。安尼祈祷，感恩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